我居然还会做春梦。阿田，以后你热情如火的一面，只能让我一个人看哦。另外，我有一份惊喜送给你，每天爱你多一点的希兰。居然不是梦。今天进行我们团建的一个重磅游戏——女王的寻宝。各位一定特别好奇，4位男嘉宾去了哪里？其实他们正在守着宝藏，等待大家根据线索找到他们。你们公司团建花样还挺多，有这样一个活宝特助，想消停点都难。田助理，这是你的线索，礼物很独特，且寻且珍惜。文总，刘总又否决了新品玩具的提案。欺人太甚。文总，我担心咱们再牵手会越来越没有地位。没事儿，我来解决。凯文，还有2周，就是 CEO 换届选举了，有些事儿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主动出击。文董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的。就知道你在这里，爱晒太阳的小咸鱼。我明明没兴趣参加这么幼稚的游戏，怎么还是能被你找到？因为就你那点小心思，肯定逃不过我的手掌心啊！唉，海边好舒服呀，对吧？那你慢慢看海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柳先生，你不要再这样了，你不是喜欢我吗？喜欢你又能怎样？你喜欢的，又不是我。你不是很了解我吗？那你怎么看不出来我在追你啊？其实，生日那天我听到了你说的话，我当时脑子真的很混乱，我从来不知道你喜欢我。躲你的日子里，我回想了很多事情，我发现在我的记忆里，那个一直陪我笑、陪我闹的人是你。其实我早就离不开你了。你真的要放开我的手吗？从来都没有放开你的手，而是等你握我的手。好，那从今以后我就是你一个人小迷妹。哦，不对，应该是咪姐。这手链，柳学长，你干什么？让我看刻了几个字。柳学长，你这人怎么那么记仇？感谢2位的助攻，我也助攻你们一下，比心。就因为我叫 Rose， 所以送这张电影票。Rose 呀，其实还有一个原因，我的英文名叫 Jack。不，名字雷同，纯属巧合，不要上升到真人 CP。
这天，有个叫甜甜的女孩，意外闯入了我的生活。只是那时的我还不知道，这个女孩就是我的命中注定。你第一次到我怀里的时候，我还以为你要碰瓷呢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像开了挂一样，这个女孩成为了我最无敌的挂件。今天这份甜点是我亲手做的，小女孩，你要不要尝一尝，甜度几分 ？Double sweet。哇，好漂亮的热气球啊！在外人眼中，我一直是一个运筹帷幄的决策者，但真实的我，害怕红色，害怕失去，害怕一切不可控的感觉。是这个女孩改变了我开始变得更有安全感，更会换位思考，更容易让人接近。阿田，你愿意和我共赴一场空中约会吗？阿田，我这个人从小优秀到大，从来不顾及别人的感受。但从爱上你那一刻开始，我就学会了改变。是因为你，我才知道了生活的意义。我喜欢你，是那种单纯简单的喜欢。你愿意原谅之前的我，再重新喜欢我一次吗？我喜欢你啊，我也要谢谢你，让我从暴躁变得柔软。谢谢你，在我还没有发觉我喜欢你的时候，就那么坚定地喜欢我。谢谢你的独家宠爱，阿田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男朋友了。我会爱你一生一世。我也会生生世世的爱你，西兰。不管现在还是将来，我们俩都是彼此的独一无二。小心！你是谁？为什么打人？呀！是。西兰，西兰，救命！救命！那边有人打人，快报警！西兰，西兰。西兰，西兰！我真的后悔，一直不工作，错过了陪伴你的时光。爸爸，你快醒醒！爸爸，你快醒醒！星星，星星，你快醒醒！你坚持住，救护车马上到了。血，血，好多血，血！妈妈说，害怕的时候亲亲额头就不怕了。西兰，你醒了？怎么样？头还疼吗？你都已经昏迷2天了，
现在能看得清楚我吗？阿田，你小的时候有没有救过一个出车祸的小男孩啊？救，倒谈不上。我小时候去外婆家的路上，确实碰到过一场车祸，有一个小男孩被困在车里了，我很担心，就一直陪着他。怎么了？怪不得你能治疗我的晕红症。我就是当年出车祸的那个小男孩。原来我的潜意识早就锁定你了。曾经我的安全感，也都是源自于你。现在看来，之前的一切都有迹可循了。谢谢你平安长大，我的小男孩。也谢谢你当年的握手，还有安慰我，我的小女孩。医生，我男朋友情况怎么样？病人的头部受到了重创，有轻微的脑震荡，其他指标都正常。只要精心养伤，相信很快就能康复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好消息，他的埃尔氏综合症没有复发表征，应该是彻底好了。太好了，谢谢医生。现在再也不用担心晕红症了。我把刘总的所有墨镜全都扔掉。刘总，到底是哪个混蛋下的黑手？我没有看清，不过那个人全副武装，目标明确，看起来应该不像是临时起意，有可能是蓄意而为。蓄意？是谁要害你啊？啊！现在还不能确定，不过我心中有一个疑惑，现在还没法证实。唐特助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出院？刘总，再急的事儿也不如您的身体重要。没错，你啊，先好好休养。工作的事儿有唐特助和柳副总呢。我不是要工作，我是要隐退。啊？隐退？太奢靡了。以前的我还停在留恋物质的层面上，那现在呢？万般浮华梦，皆为一场空。阿田，我想找一个世外桃源隐居，跟你一起过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的生活。你这是经此一劫，看破红尘了？刘总，我先回公司了，文件整理好，我给您送回来。不用了，整理好之后，直接拿给赵赵吧。反正2周之后，我的本届任期就到了，我打算推荐赵赵接替我担任千盛集团总裁一职。喜来啊，是叔叔对不起你，让你出了这样的意外。叔，你放心吧，医生说我没有大碍。没有大碍？那你怎么说让赵赵接你的班呢？我忽然间明白，失去只在一瞬间，比起虚妄的名利，陪伴在自己喜欢的人身边，享受生活才最重要。之前我把太多精力都放在工作上，是时候踩一脚刹车了。凭什么你踩刹车，我就要帮你续航？我不干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他这个不成器的样子，怎么能堪当大人？爸，不带您这么拉踩的。
文叔都夸我未来可期，奋斗几年准能超过我哥。文董，我爸还这么夸过你呢？赵赵，你就长点心吧，一句吹捧的话你就上天了，自己几斤几两不知道啊？我不管我几斤几两，我自己的事业靠我自己打拼，不需要别人来让。叔叔，赵赵外表看着吊儿郎当，内心却十分有责任感。他虽然不在意外人的看法，但是他很在意您跟西来哥的认可，所以希望您以后多看到赵赵的好，不要再轻易看轻他了。赵赵，你心情好点了没有啊？听到你这么维护我，我心情好多了。那我的男朋友必须我来守护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如果西来哥真的让你接管公司怎么办？爸，文叔，我紧张什么？你们年轻人的感情自己处理好就行。况且宪宪跟你在一块儿，我也放心。爸，你说什么呢？文叔，公司还有事儿，我先回了。人都走了。宪宪，你刚刚说，刘总要把公司所有的事情都交给西照。对啊，不过西来哥醒来之后，我好像有些后遗症，整个人都变得不太一样了，应该只是一时的想法吧。哦，那我是应该去看望一下刘总了。李医生，西来，他现在到底什么情况呀？刘总之前是工作狂，现在这么佛系，未免也太极端了。啊，是这样啊。很多经历过生死的人啊，在这个醒来后呢，都会出现性格的极端。像西来这样大彻大悟，想要享受人生的，大有人在。大彻大悟，雾里看花，花开花落，落花流水，水中望月，一场空啊！换个环境，静养一段时间，慢慢就好起来了啊。刘总，巴黎、威尼斯、马尔代夫，您想去哪儿度假？我立刻安排。我现在只想找个清静的地方，粗茶淡饭，修身养性。想不到能看到乾坤算尽的刘总，四大皆空啊！我不空，我有阿田陪。我老家是个山城小镇，环境清幽，一片和谐。山城小镇会不会太接地气了？接地气好，我喜欢。欢天喜地，地久天长，长命百岁，岁岁有阿田。这都能接上？让您费心了，还亲自来探望我。哪里的话，你可是千盛的主心骨，整个董事会都非常挂念你。我没有大碍，还望文书转达，让董事们放心。好。哎，西来，听宪宪说你有让西照来管理公司的打算？对。距离总裁换届选举还有2周，我打算提前给自己放个假，先让赵赵暂代总裁一职。你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怎么突然会有这种想法？董事们还等着你带领千盛再上一个台阶呢。可能人经历了意外以后，对生命有另外一层理解吧。我昏迷的时候，梦见我爸临终前对我说，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，就是没有好好陪伴家人。我不想跟我爸
有一样的遗憾。西来啊，你再考虑考虑。文叔，您放心吧，我就算卸下总裁一职，也一样是公司的股东。如果公司需要我，我一定不遗余力。况且，我相信，赵赵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喂，爸爸。哎，我这几天休假，想回家住几天。宝贝女儿，我和你大伯报这个老年旅行团，得10天半个月才能回来。您真是越活越潇洒了。好了，不说了，我要登机了。咱家茶叶店啊，正愁没人看呢，你回来正好看店。嗯，好。刘总，你真的要抛弃我这个努力工作、不粘人的好助理吗？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，唐特助？流水的总裁，铁打的助理，放在古代，你就是3朝元老，你应该高兴才对。说的也是啊，我已经熬过了柳叔、刘总您，然后就是柳副总。所以，好好辅佐赵赵，打理好公司。等我接诊完这几个已约好的病人，就去找你会合，全心全意帮你做心理辅导。诊费嘛，给你打个亲情折。不用，我没病。田小姐，她心态不稳定，多陪陪她。没问题。西来，我家小了点，破了点，你将就着住。我反倒觉得更接地气了呢。奋斗这么多年，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。很难想象，原来张口闭口都是只要我有钱，跟谁都有缘的刘总，如今人设切换的如此迅速。人总是会变的嘛。曾经跟我说隔了一整个生物链的人，现在不也成了我的女朋友吗？大意了 ，flag 果然不能立得太早。我很向往我女朋友生活过的地方。这是什么美好的婚后生活呀？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这是我向往已久的躺平生活。你是被柳副总魂穿了吗？我记得你之前还鄙视他许愿池的金龟生活呢。现在我和赵赵一定更有共同话题，兄弟关系更加和谐。哥，你不会真的就这么一走了之了吧？我还没准备好，这太突然了。我对你有信心。谢谢之前跟我说过的话，我仔细想了一想，你还是有很多优点的，只不过被我耀眼的光芒掩盖了过去。你在公司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可以问唐特助，他是你在这个公司最可以信任的人。可是我……别可是了，现在是肾脏排毒时间，熬夜伤肝，早点休息。排毒？这还是我哥吗？退休当养生达人？西来，你的床铺好了。阿田，我在练习12时辰养生法，现在是戌时，心包当令，宜散步，要不要一起？不了，路上奔波一天，我太累了。你吸收完日月精华也经不休息。其实，如果你同意，那我可以换一种运动。你呀，还是继续修仙吧。忍住，你还在减脂期。单小姐，我看你晚上聚餐没怎么吃东西，就研制了一份李氏健康餐。我保证啊，这份健康餐只饱腹不
长胖。真的吗？这种减脂沙最适合我们这种易胖型人吃了。我之前有个同学，也喜欢叫自己易胖型人，他好像也姓单。哦，是吗？还挺巧的哈。但他比你胖多了，他叫大壮。这个名字有点意思哈。他不喜欢别人叫他这个名字，我就叫他大胖。哎，我没有嘲笑他的意思，但他知道之后特别生气。我只跟他开玩笑，后来不知道怎么地，转学了。那他一定很难过吧？女孩子最爱美的年华，身边的人都觉得她又丑又胖。他不丑，他五官长得特别好看，就胖了。人家从小到大还是这么毒手。